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耶稣回答讲：既然啉这个水的，也搁要搁再喙焦。人若啉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袂喙焦。我所赐的水，要伫伊内头加做泉源，直穿到永生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4章13节、14节。圣经中以水做圣灵的象征，是上济，就正如讲露水啦，或者是雨水等等，其实拢是水所变一个形态的物件。这段有关属圣灵的应许的经文，就是借着水来象征圣灵的上明显的记载。当以色列人伫利未定安营的时阵，因为无水好啉，就甲摩西来争闹。神命令摩西去打磐石，互活水对磐石一直滚，一直冲出来，来解决以色列人的打卡。这是用水来象征着圣灵上早的记载。保罗解说了这段的使者的灵语讲，拢啉了同款的灵水，所啉的是出于随着因的灵磐石，迄个磐石就是基督。当迄一日对磐石内面流出来的水，安那赐予以色列人活气，互因所痛。今日基督所赐予人的圣灵，也要赐予人活气，互人所痛。不但安尼，水有洁净污秽的效能。所有的器具的污秽，拢通好用着水来洗净。因为安尼，旧约时代的洁净礼，大部分拢是用水的。圣灵也会当洗净罪垃圾，伊住伫人的心内头，就是为着要感动人才做圣洁。伊伫出甲完成得救的工具。水是世界的原动力，尤其是伫电化世界的今仔日，水更加是袂当少的动力源头。圣灵是对顶头来能力的源头。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是会当更新？是不是会当丰盛？全部是仰赖着圣灵的感化加助力的功能。水会当产生动力，动力会当发电，电会当发光、发热量。当圣灵充满着人的心的时阵，也要亲像电同款激动人的心来发起热心，进一步来为主发光，归荣耀予天父真神。老子伫《道德经》第66章内面咧讲，江海所以名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为百谷王。水性原是往下流，当水流过了后，的确发现到愈低的所在，积水愈济。圣灵也乐意充满着一个谦卑人的心地内面，因为神主动骄傲人，赐恩予谦卑的人。水性柔和，任何形状的大小器皿，拢通用力。所以圣灵也无分着国界、种族、阶级等等无同款的器皿，一律呢，拢互因满足的快乐。器皿若是愈大，所会当容纳的水就愈济。圣灵也乐意充满着一个有备着宽宏大量的品格的基督徒。水会当医治着动植物的生命，圣灵也会当医治着基督徒的生命。基督徒若是被圣灵充满，伊的生命的确更加丰盛。既然会当战胜罪律，又会当结出圣灵果子来，并且呢，虽然出现伫患难当中，也得加充满着圣灵所赐的喜乐，以及活法的盼望，将来一直到神所赐永生的所在。耶稣回答讲：既然啉这个水的，也搁要搁再喙焦。人若啉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袂喙焦。我所赐的水，要伫伊内头加做泉源，直穿到永生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4章13节、14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提供，感谢你的收听。